安那？甚至我的好爷子啊，已经摕居民财宝来啊，要甲我赎倒转去啊！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先生。 等下，你将阮大哥放出来，恁大哥论做是来斩首，就和我放伊走，一定来挽走高飞。要若是无者，这你免交代，阮拢知影，阮大哥伫倒。在内面啉烧酒啊！且为叩见皇上。李神叩见英妃娘娘。免礼。哦，原来小王爷就是镇江，无怪我殿下才会徛踮咧边啊，连讲话机会都无。英妃，皇上，敢讲这位阁讲唔对啊？是？你看弟弟，雄才大略，出类拔萃，朕当然嘛是喜爱呀。哼，凤梨，你有啥物话紧讲？免得你的母后又搁要怪罪小王爷咯。启奏皇上，潘太师以及刑部尚书有急事进见。急事，宣进。遵旨。英妃凤梨，皇上，恁先退下。是。先叩见皇上。平身。是皇上。良卿，恁有何急事呢？启奏皇上，岭南道大的汤飞亭又被逼于当主刺杀。何必杀呢？是也不得相信。第二，逼于当主刺杀岭南道大，你可知情吗？以心里所知影，
天下人民尊称白衣同志，伊是正义使者，江湖的败类，伊当作恶的干官，分明是丧胆。岭南道台必然是不忠为国，不义为民。那其他的代志，我就拢总唔知咯。不管如何，皇上既然兴起朝廷的命官，应该国法是不能轻容啊。卿的意思是？请皇上下旨捉拿白衣同志。好，若是会当捉拿白衣同志，赏黄金500两。遵旨。退下。是。太师，你有何急事？启奏皇上，契丹王国前来晋国，派公主为晋国特使，请我国沿路保护公主的安全。公主亲自为特使，当然是爱保护安全啦。卿，你看，该派何人保护咧？这以臣之见，安东都侯府，伫岸心可以保护公主安全。好，尊卿之见，就命弟卿沿路保护伊公主的安全。遵旨。第二，这次契丹亲自派公主为特使，你可知影其中的原因啊？必有原因，原因弟弟也唔知影。这是丁故意的安排，要以你相亲哦。啊，相亲啊？是啊，丁文水，契丹公主，伊乃是一位绝世的美女啊。英妃娘娘驾到，必有要事，何必明过？请王爷甲王妃阻止契丹公主甲小王爷的亲事。英妃娘娘，此事恐惊本王无能为力啊！这咱的亲事嘛是皇上的旨意啊！哼！王爷甲王妃，假使你若唔肯尊重查家的意思，我就要甲你暴露21年的秘密。哼！根本小王爷就毋是你的亲生囝，也毋是皇族的血统啊！这件代志，皇上伊知影啊。也毋过所有的皇亲拢无人知，包括小王爷本人也毋知啊！哼，王爷，假使这个秘密我若是甲伊暴露出去啊，对小王爷的伤害是真深哦。哼，切非家己毋甘愿，我家己所生的亲生囝，竟然会不如一个毋知影家己身世的弃婴。按照这个行程，契丹公主今夜必须爱在这个大草原的所在扎营过夜，可能明仔载就会过入关来咯。但恁的意思是？皇上已经下旨，命令咱负责保护公主的安全，真是绝好的机会啊！但恁的意思，莫非你亲自？无咯，护送公主这个任务交予你去办。哦，无论怎样，在这个樊梁甲中安的中途，必须将公主杀掉。这是咱主公的意思，绝对免你予契丹公主入到中安来。是。若是无10分的把握，咱可以买收一寡江湖上这亡命之徒来做咱帮手。契丹公主非杀不可。
享富贵，出门皇帝表条来。咱明仔载搁爱赶路，你还是赶紧倒转去休困啦。叫我要哪困会去就好。哦，公主，原来你是因为要见到中原的小王爷，你才会欢喜甲困袂去哦。袂去，唔通胡白讲。你敢知影？咱这一摆离开客丹到中原是为着啥物？咱是为着要进贡啊，也搁有就是公主，你要甲小王爷两个人相亲。其实进贡甲相亲，这只是一件小事，咱另外还阁有任务的。那呢，咱阁有更加重要的任务咯。是，咱身负一件有关中原甲客丹两国和平的重大任务。是甚物任务？人类中原朝廷出来讲，暗中私信通客单。我国也有人想买无还，也意欲平平侵犯中原。那呢，想要谋反的人，到底是甚物人呢？到底是啥人啊？我不知情。王者命我中原行，暗中秘技画查兵情，也刻转传察的罪名。公主，那呢，咱这一路上是毋是有危险呢？也身负重担啊！的使命，这个一路比哪里远，为己定就算比你的丧命，也要保护公主到迄个中安那城。对，公主，比你也有专心的武艺，我相信阮一定有法度通好保护公主，你这一路上的安全。阮皇啊，已经甲范良总兵白交皇约好，由范良甲中安这段路途，就由白将军亲自率兵来保护，而且安排行程，以及如何来防卫。范良说，只有白将军一个人是切胆忠心，
伊一直想要揭穿这件阴谋，但是苦无证据，甲即马还阁查袂出幕后主脑者是啥物人。明仔载，咱若是进关到繁阳城的时阵，就会当见到白将军。安东都侯府朱元新，繁阳关节度使董公武参见公主。白将军呢？公主是讲繁阳总兵白昭宏是。是。白昭宏犯谋反之罪，已经斩首。白昭宏计划要刺杀公主，逼贵国出兵探究要谋反，所以该杀。既然是护送公主这个责任，由繁阳节度使亲身来负责。我是白昭宏的查某囝，白都管。但是大公武，恁两个人一手遮天，陷害忠良，我将恁肉刀碎光，但是我放的运气，哎，主人，劝害死，将军是，咱的计划要出完，真正真勇艰苦，咱是无法度通到长安的，也咱嘛无法度转去我国。如今只有是听天由命，咱伫迄半路上的所在，一定嘛是会遭受到因的暗算。已经无选择的余地。公主受惊。请公主你下暗在这个夜馆的所在休困一下。明仔载，我叫董公武送公主上路。你怎对
天机了。陆外，我燕仲春并非贪生怕死之人，为着你，爱我做什么代志拢会用的。只是寺庙重如泰山，轻如鸿毛，是爱死得有价值。为着令尊的完成，咱必须爱忍耐，咱袂用个白白要去做无所谓的牺牲。我相信有一天，咱绝对有法度通拄着这个奸贼啊！